咁嘅養老院入面頤養天年，邊個仲想翻屋企住啊？哇，真係好犀利！估唔到而家養老院已經進化成咁嘅樣啦。走，帶你去參觀一下顛覆我哋認知嘅現代化新型養老院——富力怡安廣州國際頤養社區。哇，個大堂好富麗堂皇啊！通過個沙盤就可以睇到成個頤養社區嘅全貌，真係好靚，成個高級小區咁樣。佢就係位於中村，隔離就係南站，呢邊就係南村萬博，開車25分鐘就可以去到珠江新城。更加犀利嘅係，佢入面仲有2間醫院，一間康復醫院，一間國際綜合醫院，都係有24小時專業護理團隊，即使大問題都可以足不出戶咁樣睇病。總結嚟講，富力怡安就係位置非常好嘅一個廣州城央大型醫養綜合體，大堂嘅休息區，哇，好似5星級酒店咁樣，好高挑啊，好舒服。喺呢度睇下書、飲下茶、吹下水，特別舒服啊！依家帶你去參觀下啲房間，呢個係1房1廳，哇，真係好大好溫馨啊！睇到我都想住入嚟。呢度廁所，睇下個廁所幾大，即使坐輪椅嘅叔叔阿姨都可以好輕鬆咁轉到彎。佢呢度有好多房型，除咗1房1廳之外，仲有單房、2房1廳、夫妻雙床房。佢呢度最細嘅房型都有60個方，無論咩房型都好，都會有一個獨立嘅大面積廁所同埋陽台、廚房。佢房間有好多設計都好細緻貼心，專門為老人家度身訂造嘅，就好似成屋嘅地板冇高差嘅，坐輪椅都好方便。馬桶邊同埋沖涼房入面都有呢個緊急呼叫拉繩同埋無障礙安全扶手。佢仲有床頭小夜燈，起夜都唔怕黑。家私全部都係原角嘅防撞。佢連走廊都有呢啲扶手。住喺呢度生活可以好豐富，琴棋書畫樣樣都可以玩到，乒乓球、台球都可以玩到。仲有咁大個書吧兼多功能房，可以靜靜地喺度閱讀，同埋一齊睇電影都得。而且一個星期7日，日日都有唔同嘅活動，節目真係好豐富。呢啲就係前2日佢哋植樹節活動嘅作品啦。佢哋嘅消防安全做得好到位，就咁一條走廊都有4個消防站。佢呢個仲有好靚好大嘅餐廳，套餐、自助餐、單點都可以。啲飯餸睇落去都好好食喎。佢每個禮拜甚至每一日嘅菜單都有啲唔同，真係好豐富。樓下仲有足足1.3萬個方嘅園林，喺咁靚嘅環境入面，真係好啱老人家嘅身心愉悅啊！參觀完之後，真係好想即刻住入嚟。睇嚟嗰句富力怡安遙遙領先唔係空口號嚟。我宣佈呢度就係我哋20年後嘅屋企，努力賺錢。